来继续正大消息，来看立法院内政委员会今仔日排审着选罢法的修正草案。国民党的立委提案扭转着罢免的门槛，民进党为着要防止提案冲关成功，发出着甲级动员，这个天才拍扑啊光，就攻占着主席台，让会议无法度进行。因为安尼，哪里爆发着口角甲肢体冲突，足足有半点真久。 互人团团包围，这敢是上山钓猪粮。为着选罢法修法，立院搁再上演冲突画面。真无简单，才开一条路。国民党立委林书明搁跋一倒，那王凤仪是偷咧咧看前顾后，原来。你不要一直往后倒，好不好？不要一直往后倒，好不好？有人一直在贴我恶心啊！好像他的公开恶心那个了。 人拢开做伙，一直吸着对方。立院的内政委员会，国民党变更议程排审选罢法，日夜伫咧半暝4点半架动，占领主席台杯葛艺术进行。那也调委敢来当摕家己的麦克伫台卡进行，那民众党立委麦玉珍嘛加入战局。我们是来开会，每次都是来开会，算了没有来开会，所以我看到你。 签到的时，经体力也无好好啊开会，煞颠倒，互人骂转去。这个选罢法上大的争议，就是国民党立委柯武真顶会期提出的版本，搁再挖起来，包括修正第75条，增加就职业的1年袂当提议甲连署，搁有90条改造罢免票数，爱比当初当选的票数搁较悬。如果是依徐宇珍的版本，你必须要有5成、6成的人出来投罢免投票，才会成案，才会过关。这就是国民党说穿了，就是怕罢免。他们想着就是怎么用暴力的手段来阻挠开会。 可是我们国民党，我们就是希望能够开会，理性的讨论。不过，这个修法的版本若是通过，未来要罢免成功，会使讲是无可能。社会共识很有凝聚之前啊，我们希望说能够先维持现状哈。罢免的这个联署条件如果加高的时候呢，其实会丧失了人民在提出罢免权的一个意愿。 就惊明年立委的罢免条，不过甲条件设搁较悬，到底是哪样的烽火墙，也是引火线 ？Hello， 我是蒋欣梅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